我是19姓的人，我今年85岁，我叫徐金道，立的19姓里，原是个小扫门，富良后，今年8年，今年叫过年，天亮了，快起床，吃了饭，吃过了。今年天气还不错，出太阳了。明年后年天公不好，听讲要刮风、打雷、落雨，甚至于落雪。5家7子，7房7鸭，黄昏7鹅。爸爸、妈、爷爷、奶奶、外公外婆、侄子弟弟、舅舅阿姨、姑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是江山袁根谭，我今年68岁，我民事要的12女儿，7人给的天马镇上金街，跟那为些年，跟那非家年，天将白，快点彼此，吃嘛，吃的呗，跟那天公蛮好，吃平了呗。满那无那天公的好，天公一番，一雷公，冬月天公给了冬雪，天中7夜，冬那7鸭，红花7鹅，爸、娘、公、妈、外公、外婆、大姊、弟哥。娘舅、媳娘、姨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在郎有人，今年66岁吧。路上我到一小沟，出来给他山东南路，给那天空内，给那还能内来，天亮吧，补出来。1个米1个八，给那天公我发出，有那头个，买那后内天公发着好，听讲我国分带了一股，老鱼，昨天我一想，5个1鸡，1饭1窝，要的任务，爹娘、爷爷、阿妈、外公。外婆、阿姐、条条、舅舅、姨娘、娘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呢，工商呢，我高年66岁，我呢叫周先军，我去年给我工商当时干，给他天气转运，天边吧。快门破业，不对吧？对的吧？格拉天气蛮不错，有热度的。马拉红了天气不好，听到呀，那地方像那个那等月，可能等雪。天边第一冬了第2，阳光第5，爸、家、公、妈。外公、外婆、大姐、弟哥、跟爷爷、姑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能在开花农，今年嘞74，我能喊的金9分，我确有识的。办公会中山路32号，干那天转年，危险年嘞，天转吧，快些别去，
放野，放野，干那天会不错，那多的吃里边呢，马呢无呢天会不好，听得讲有风抓来等雨，可能个是等下来，天上不热，夜饭不热啊，黄不热我，爸爸、妹、公公、妈妈、外公、外婆、大姐、爹、舅爹、谢姨、娘娘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